俗语说俗语，俗语说不尽。今日要讲的俗语是：好嘢唔达到会食，好命唔达到勇行。意思是健康比财富更加重要。你唔管偌好嘢，你若讲健康出问题，你嘛无这个福气去享受。像台湾有真侪美食，2022年美国 CNN 公布亚洲的这个50大小食，日本的台湾小食有珍珠奶茶、臭豆腐、甲咸酥鸡，这个外国人都介意。台湾还佫有真侪迷人的风景，有一位江滨秀团病院护理师叫林正雄，以5年的时间行遍全台各地，记录各地美景，宛如仙境为面，以及变化万千的大自然美景，让人流连忘返。这美食美景，你若无健康的身体，你有钱嘛享受袂到。所以讲提醒乡亲，趁钱有数，身体爱顾。今日讲俗语是：好嘢唔达到会食，好命唔达到勇行。